一个都不许走！我们快走！快走！你们这是要干什么？我们才不要被抓进皇宫，给皇上当小老婆呢！这几位被杀的官员，他们管辖朝中政事，身系重要的职位。听闻6位尚书大人，全都是朝廷忠臣，忠君爱国。现在朝廷6部，一共有1半的官员被杀，他们都是朝廷重臣，恐怕朝野会出大事。你们去的那些尚书大人的府里，查到什么了吗？冷血，叶大人全府惨遭灭门。我们查看凶案现场，发现尸体的表面都没有伤口。工部大人被杀的一刻，正是冷血和燕赵在紫禁城血战的时候。当你们打得难分难解的时候，也正是动手杀人的最佳时机。那时我和涂婉于京城河道死斗，涂婉一直缠着我，令我难以分身。这个时候，我跟赵好在古刹决战，我们打得相当激烈。你应付赵好的时候，我同唐畴在京城大街纠缠，互相追逐，纠缠很久。燕赵、涂婉、唐畴、赵好，在江湖上被称为4大凶徒。他们4个人无恶不作，但在20年前被我缉拿归案，从此打入天山地牢之内，永世不得重见天日。能够于天山解救4大凶徒的人，绝非是等闲之辈。他们这一次出来，很明显就是冲着我报仇而来。4大凶徒跟我们4人决战的时候，京城同时发生了严重的命案。案犯的主谋是利用4大凶徒拖延我们，好让凶手在另外一处杀人。想不到我们击败了4大凶徒，却变成了整个阴谋的变数。但是这几位尚书大人的府邸惨遭灭门屠杀，却不留活口，这足以证明，行凶的主谋他是为了湮灭证据，想要给朝廷来个措手不及。我们在凶案现场查不出任何蛛丝马迹，行凶者杀人不留痕迹，令我们毫无头绪，难以入手调查。主谋的作案手法和布局都是相当的高明。这次幕后的策划人到底是谁呢？站住！几位女神捕，你们不能进来。我们是神侯府的捕快，赶紧给我让开！我知道你们是神侯府的捕快，不过我们统领说了，就是神侯府的人才不能让他们进入6扇门半步。你们这是欺人太甚！凭什么我们神侯府的人不能进你们6扇门？你知道我们是奉了……这我不管，只要你们穿了神侯府的衣服。大人，什么事这么吵啊？哟，这不是姬统领吗？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？于大人，我们此番前来是奉了诸葛大人之命，提审4大凶徒的。哦，如果你们6扇门百般阻拦的话，别怪我们不客气。不客气。在下正想领教领教各位神捕的功夫，除非把我打倒，要不然别想进6扇门。你，大人，大人。韩大人，季瑶花等一行在此。你可以下去了。啊，大人，他们是想……行了，这里没你的事儿，下去吧。是。大人慢走。都说神侯府有一对女捕快，今日得见，果然是个个英姿飒爽啊。韩大人，我们是来提审4大凶徒的，请大人配合我们查案。我要是不呢？大人也应该知道，这件事情事关重大，是皇上特令我们神侯府侦破此案。如果大人阻挠的话，你们神侯府是要凌驾我们6扇门呢？剑令牌如亲见皇上，韩龙接旨。
皇上万岁！万岁！万岁！奉皇上口谕，因4位尚书遇刺身亡，特遣神侯府侦办此案，任何人不得阻拦神侯府办案。臣领旨。韩大人起身吧。韩大人，属下本不想出示皇上的令牌，但是情势紧急，望海涵。没事，我们公对公，以后还会再见的。请大人指路。怎么唱得这么毛骨悚然啊？是啊。唱什么唱？唱什么唱？唱得这么恐怖，给我闭嘴！两位小哥，干嘛？人家一个弱女子，这牢里好冷啊！你们两个过来，给我点温暖嘛！你，别搞什么花样！你们这辈子都别想出去了！哎，你听听，又有什么人在唱歌了？走，出去看看。走。时辰已到。发生什么事了？鬼！哎！4大凶徒都不见了。4大凶徒果然厉害，连6扇门的地牢都能逃出去。那现在该怎么办？诸葛大人叫我们来提拿4大凶徒，可是现在人都不见了。这是6扇门的责任，我们找韩龙去。韩大人，4大凶徒交给你们6扇门看管，但是现在他们无缘无故的失踪了。我相信你会给我们神侯府一个交代。本官已经命于春桐带同6扇门的上上下下四处搜捕4大凶徒。那结果怎么样？于春桐正在搜寻，还没有回来复命。哼，一句还没有回来复命，就可以当做一个交代吗？讲话！这里是6扇门，不是神侯府。你不要妄想在这里放肆。4大凶徒罪大恶极，当日韩大人就捡了个便宜，凭借皇上的令牌，向我们神侯府要人，人交给你们，你们却不好好看管，现在让他们逃走了。皇上要是怪罪下来，这可是非同小可。你不必用皇上的威名来吓唬我。哼，既然锁不住4大凶徒，当天你就不要向我们神侯府强要人。皇上御赐令牌，让6扇门专管京城，4大凶徒本来就归6扇门管。我向神侯府要人，合情合理。但是现在4大凶徒失在你手上，责任就应该落在你身上。我相信，失掉重犯这个罪名，可不是小事。这件事，我自会向皇上禀明。皇上英明盖世，早知道4大凶徒武功高强，连固若金汤的天山地牢都锁不住4大凶徒。你们想在圣上面前指指点点、造谣生事，哼，相信只是片面之词。你的话表面堂皇，但实际外强中干，骗骗小孩还可以，要骗我鸡摇花，还欠点火候。
本官会搜遍京城的每个角落，捉拿四大凶徒。六扇门亦会禀明皇上，交代此事。送客，看你还能撑多久？我们走。哼。大人，逃跑的四大凶徒追回来没有？属下无能，还是让他们跑了。又不知道会有多少朝廷大臣要死于他们手里。废物！你连只狗都不如！四大凶徒跑了，你让我怎么向皇上复命？到时候皇上怪罪下来，我先扒了你这身皮！大人，我一定竭尽全力抓回凶徒。你，我这头疼的老毛病又犯了。滚！是。疼死我了！魔君舍利，鬼域奇书，我终于得到你们了。这大明朝的天下要改姓安了，对，必须姓安，让所有姓朱的人都改成姓安。王爷，于春桐把四大凶徒带到了，让他们在地宫等我。是。春桐参见王爷。王爷，我们没有能够杀掉四大名捕，犯了死罪，请王爷发落。哼，不怪你们，要怪就怪四大名捕太强了。王爷真的不怪罪我们？安某置身江湖多年，都是真心待人。况且你们没有功劳，也有苦劳。都起来吧，起来吧。来人，看茶。多谢王爷。哈哈哈哈哈！真没想到，你们居然敢活着来见本王。请王爷放心，我们对王爷一片忠心。从今往后，一定好好跟着王爷做事，早日报仇。真心不是用来说的，是要去做的。不如这样吧，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游戏。我这儿有把匕首，谁先抢到匕首，就可以存活于世，然后替其他的3个找诸葛正我报仇。你们觉得怎么样？
杀就先杀我吧，别争了。4兄妹当中，我年纪最小，要死也是我先死。你们两个都别争了。难道你们看不出来吗？我们其中只能活一个。大哥，你先杀了我吧，然后再替我们报仇。我们兄妹4人曾经立下誓言，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。今天大哥我得罪了，先走一步。大哥，大哥！说得好，好一个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。这说的就是一个义字。你们的真心打动了本王，本王再给你们一次机会，让你们好好的表现。下去吧。多谢王爷。对了，我忘了告诉你们，你们喝的茶里面我放了失魂丹，只有本王才有解药。失魂丹？看来王爷，你是想要牢牢地控制住我们呐？不是牢牢控制，是让你们听话。听话的呢，就有解药吃；这不听话的，就会中毒身亡。你！我燕赵知错了，从今往后，听从王爷调遣。我们都听大哥的。话说回来，我还是真心欣赏你们的。剩下的就得靠你们自己了，啊？陈彤，王爷，难为你了。这是春桐应该的，春桐把他们救回来，都是为了王爷。说得好，春桐啊，你有新的任务了，请王爷吩咐。来人！这是千寻灯，狼族王子很可能会出现在京城，一旦出现，灯就会亮。王爷，狼族早在20年前，不是已经都覆灭了吗？我收到线报，还有一位王子活着，你必须帮我找到他。属下一定照办。陈彤，近日京城有什么动静啊？王爷，您的大计才刚刚开始实行，京城就乱成一锅粥了。什么神侯府、六扇门都无能为力。皇帝老儿那就更乱成一团了，这么多大臣送了性命，皇帝的日子可不好过呀。好戏还在后头呢。大人，事情的经过就是如此。现场还发现了一些黑色的粉末。哦，是火药，不知道又是什么人在装神弄鬼，故意扰乱大家的视线。人是关在六扇门的地牢里，一定是六扇门的人弄丢的。现在是一致对外的时候，先不要激化神侯府和六扇门的矛盾。看来是有人要采取更大的行动。4大凶徒只是他们其中的棋子，这个人的实力绝对不容小视。4大凶徒消失了，我们唯一的线索已经没有了。看来也只有从已故的几位大人身上着手调查了。4位大人的死也十分蹊跷，当时4大凶徒正在与我们恶战，根本就没有机会离开。大家安排一下。
分头进行吧，准备搜集资料。是。哎，你们去哪儿啊？张公公，我们准备出门调查尚书大人灭案的事情。尚书大人的死是小事，你们要分清楚轻重啊。张公公，急匆匆来，是不是朝中出了什么大事啊？天大的事儿啊！你们就别管什么尚书大人的死活了，皇上吩咐的事儿就是最大的事儿。你们要是办不好啊，一定要你们掉脑袋的。公公请放心吧，皇上交代的事，微臣一定照办。湖州秀女迷晕官兵集体出逃，令神侯府4大名捕立刻出发，将秀女追回，不得有误。什么？让我们停止办案，去追个小姑娘？这秀女到底什么来路？竟然还敢逃跑？哎呀，你们就别管什么来头了，啊，照办就是。张公公，恕难从命，追查尚书大人死因在前，秀女案在后。是啊，如今抛下这么重要的案子不查，而去追查秀女，张公公，这是不是有点？你们竟敢违抗皇上的圣旨！冷血，你们是不是都不要脑袋了？你们都听着，我命你们4人即刻前往捉拿出逃秀女，不得有误。是叔，你们连我的话都不愿意听了吗？是。这是那秀女的画像，拿着。逃犯此时应该已经逃离湖州，我们4个分头行动。真不知道我们一走，京城还会发生什么事。我倒想看看那个秀女到底长什么样。行了，我们出发吧。开门！谁呀？表哥。哎，叶雪，叶雪，你怎么了？叶雪。表哥，表妹，表妹，表哥，你醒了？不哭，你怎么了？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。怎么会呢？跟表哥说怎么了？我爹爹跟我姨娘，他们想要把我送到宫里去当秀女，我不想进宫去，所以我就逃了出来。选秀女，你还逃出来了？这个世上，除了我娘之外，就是你跟我最亲了。我只要看到你，我的心才能够安定下来。可是你以后打算怎么办呢？我以后就打算跟着你了。跟着我？嗯。你就让我跟着你吧。可是你不嫌弃我是个穷秀才，分文没有吗？我怎么会嫌弃你呢？我知道你对我好。去年我发高烧的时候，你还到河里去刨了冰块，双手捧回来给我。你回来的时候，手都冻坏了。你还记得这些？你对我的好，我一直都记在心里。可是你我之间相差太多，对你，我从来不敢有非分之想。表哥，我已经逃出来了，已经没有地方能让我容身了，表哥。可是我这么穷，跟着我吃苦，你不怕吗？不怕，只要能跟表哥在一起，再苦我都不怕。可是我怕。你怕我会连累你？不，我是怕你爹爹。我爹爹如果对我好，他就不会把我送到皇宫去当秀女了。他现在一心就只想着跟我姨娘和我妹妹住在一起，他早就不要我了。表妹，好了，不哭，表妹，那你就先住下来好吗？反正这里山高路远，你爹爹也不会来，他也不知道你在这里，对不对？不哭啊。恶伯，我给你煮碗面吃，好不好？嗯。好，等着。
来吃面。谢谢。这一次，大祸临头了。表哥表情怎么怪怪的？秀女出逃是杀头大罪，她现在来投靠我，唉。表哥啊，你说什么呀？我没说话。奇怪，我怎么可以听到他心里在说什么？万一被官府知道我窝藏出逃秀女，那可是杀头之罪啊！那我就死定了。面条好吃吗？好吃。趁着吃吧。床已经给你铺好了，晚上你好好休息。谢谢表哥。我就在外面，有事叫我。嗯。表哥他是不是不想我留在这里啊？呀，怎么来了个女的？啊，这个女的把东西全部吃光，没东西留给我们吃啊！她是凶是善都还不知道。我们还是赶快进地洞去吧。这个洞可以去后街的小巷，我们去小巷找些吃的吧。走吧，免得被她发现。真有个洞啊！不行，得把你堵起来，免得他们再进我表哥家。搞定！写的什么呀？有赏金呢，好的50两，我钱呀，真不少。哎呀，知道秀女的消息可以领赏钱。哎呀，50两啊，我就不愁吃穿了啊！哎呀，对不起表妹，我不想被杀头抄家。只要我报了官，就会有50两银子。这些钱能让我从此扬眉吐气，不会再被有钱人耻笑。现在只有委屈你了。表哥连上街都给我留字条，这么贴心，看来是我自己多心了。走了这么长时间了，到底在哪儿啊？大人，就在前面，拐过弯就到了。马上就到了。大人，就是这儿了。都给我仔细找。你带人去那边看看。你们跟我来。追！
报告大人，没有秀女踪影。大人，人就在这里面，我是不是可以领赏钱了？哼，根本没有秀女。这穷书生竟然想领赏钱，把他带走。不是，冤枉，冤枉啊！冤枉啊，大人！为什么表哥要出卖我？为了一点点利益，连世上最亲的人都欺骗了我。这世上，我再也不要相信任何人。我该去哪里？天下之大，哪里是我的容身之处？不行，我才不要跳下去呢！不管怎么样，我都要坚强的活下去。姑娘，姑娘，有什么想不开？为什么要寻死？谁想不开啊？要不是刚才被你吓到，我才不会掉下去。你快点把我拉上去啊！我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，看你怎么负责。你就是逃跑的那个秀女。你怎么知道啊？不是啊，你认错人了，我不是。你要是再不说实话的话，我可就松手了。你别放手啊！你这人怎么这么没有人性啊！如果我掉下去的话，我会摔死的。你到底说不说？快让我上去，快点！我可是皇上的人啊！你还知道你是皇上的人？好好的秀女你不当，真是个累赘。你把我挂在这儿，我胳膊会断掉的。一断掉，我掉下去就会没命的。你快拉我上去啊！喂，你听见没有？真是个冷血动物啊！在下神侯府冷血，奉命捉拿秀女楚映雪归案。啊！你就是四大名捕之一的冷血？正是。呸！狗屁名捕，原来都是帮助皇上做坏事的。你到底想不想上来？放开我！你这人怎么这么粗鲁啊？疼死我了！你都不懂得怜香惜玉啊！真是麻烦。你要不是皇上要的女人，我才懒得救你。嫌我麻烦啊？我走便是了，你眼不见。牙尖嘴利，你还想耍什么花招？有你这个冷血动物在我身边，我还能跑到哪儿去啊？走。嗨，我们这要走到哪里去啊？哎，我跟你说话呢。我是捕快，你是犯人，我和你无话可说。我是犯人，你们这些捕快真是正邪不分，那些把我抓到皇宫里去的才是坏人，你怎么不抓他们？身为待选秀女，你不安分守己，煽动其他秀女逃跑，你不是犯人吗？你身为神捕，不去干点大事情，在这里对付我一个手无寸铁的弱女子，我替你感到羞愧。这是我的职责。这个人看起来没那么坏，只是有些顽固不化而已。
我得开导开导他。哎，冷统领，这位冷统领，我请问你啊，你刚才救我是出于好心，你不知道我是秀女，对不对？不回答就是默认了。那你的出发点就是为了要救人，对不对？不回答就又是默认了。那我告诉你啊，如果进宫的话，我也会自杀的。你想想啊，谁会愿意跟一个60多岁的老头子在一起？所以啊，你就救人救到底，放了我吧。我再跟你说一遍，这是我的职责。哎呀，你这个人怎么头脑这么不开通呢？啊，你没有听过一句话叫做“法外留情”吗？今天就当做我求你了，我求你了，我求你，我求你了，好不好？拜托你，拜托了，拜托了，拜托了，拜托我。喂，你这个人真是没叫错名字，冷血、残酷、铁石心肠、助纣为虐、丧尽天良。疼死我了！救命啊！疼死我了！上来吧。怎么这么倒霉啊？上来。哎，你要么就答应放我走，不然的话，你就别管我了，让我在这里自生自灭好了。反正我看你也不像什么好人，我也不奢望你救我了。我好可怜啊！我可以放了你，但是你要知道，这是猎人捕获野兽设下的陷阱。过2天会有只大老虎下来陪你。好疼啊！上来！哎呀，我的腿疼！哎呀，我当初算是看走眼了，我竟然还以为你是好人。哇，好疼！哎呀，疼！哎呀，不行了，我要坐一下。疼死我了！不行，我一定要把它甩掉。疼死我了，好疼啊！有了！哎呀，糟了，我的玉佩呢？哎呀，肯定是掉在刚才那个陷阱里头了。那个玉佩啊，可是皇上的信物呢，掉了是要被杀头的。我回去找。来。你一个秀女，又不是妃子，皇上怎么可能会给你定情信？自然是皇上看中我了。皇上如果不看中我的话，怎么会派你们这些名满京城的4大名捕来对付我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呢？进了皇宫之后啊，皇上不只会送我玉佩，还会送我那些玛瑙啊、珠宝，还有一些什么翡翠的。你不是不想回去吗？我改变主意了，不行啊！哎，你到底回不回去啊？我可告诉你啊，虽然你是冷血，但是我这个人啊，心胸狭窄，有仇必报。如果我真进了宫当上皇后，你最好对我好一点。我先杀了你。在哪里呀？哎呀，啊，好痛啊！啊，我下不去啊，下不去怎么找呢？找不到就糟糕了，要被杀头的。啊，怎么办呢？哎呀，谁帮帮我呀？
你站在那里这样找，怎么可能找得到啊？蹲下呀，蹲低一点。哎，蹲低点那儿。哎，还有后面啊，后面一点看一下。你认真点找啊！你哪那么多废话？不认真找，你怎么可能找得到啊？哎，你仔细点找啊，一定就在下面的。